今次美日聯手撐日元，最值得留意嘅唔係日本又出咗幾多錢，而係美國終於親自落場。更加特別嘅係，紐約聯儲代表美國財政部賣出嘅唔係美元，而係歐元，再用歐元買入日元。呢個罕見操作正正反映出特朗普背後有3重盤算。第一重係美國國債，日本第一輪干預用咗11.7萬億日元，美元對日元一度由160跌到155附近，但係效果只維持咗個幾月，日元之後再跌，美元對日元更加一度逼近164。問題係日本要喺市場買入日元，就要動用外匯儲備，而日本最重要嘅外匯資產之一就係美國國債。如果日本不斷沽美債籌錢，美債價格就會受壓，收益率上升，美國政府嘅融資成本亦會增加。所以，與其等日本單方面沽美債，不如美國親自分擔壓力，順便震懾做空日元嘅資金。第二重係貿易，日元越弱，日本嘅汽車、機械同電子產品以美元計價就越平，出口競爭力自然越強。但特朗普一直想縮細美國貿易逆差，日本貨因為匯率變得更平，同佢嘅目標正正相反。所以美國今次幫日本，唔止係盟友互相支持，更加係保護自己嘅利益。第三重先至係成件事最巧妙嘅地方。點解美國選擇沽歐元，而唔係直接沽美元買日元？因為如果華盛頓直接拋售美元，市場可能會理解成美國政府想推低美元，甚至加入競爭性貨幣貶值。咁樣唔單止可能引發更大規模嘅美元拋售，仲會推高美國進口成本，令通脹更加難控制。相反，沽歐元買日元一樣可以為日元製造需求，但就唔會直接增加美元嘅拋售壓力。換句話講，美國針對嘅係日元失控，而唔係準備全面放棄強勢美元。當然，代價係部分匯率壓力會轉移到歐元對日元，歐洲亦變相被拉入呢場貨幣角力。不過，今次干預唔代表日元長期走勢已經逆轉。政府干預可以震懾空頭，亦可以改變短期節奏，但改變唔到利差本身。只要美日利差仲喺度，資金仍然有誘因借入低息日元，再投資高收益美元資產。干預可以買到時間，但買唔到長期趨勢。真正決定日元中期走勢嘅，仍然係日本央行加息嘅速度。如果日本央行9月再次加息，美日利差開始收窄，今次聯手干預先有機會成為真正嘅轉折點。所以今次最重要嘅信息唔係日元一口氣升咗幾多，而係特朗普寧願沽歐元，都唔願意直接拋售美元。表面上美國係幫日本撐日元，實際上佢同時想保住美債、美元同埋特朗普自己嘅貿易議程。你覺得特朗普今次出手真係想幫日本，定其實只係想保住美國自己嘅利益？